喂，大家好啊，我係阿明啊。喂，深圳咧近排就講話啦，有搶房潮啊。龍華中心咧有個盤咧就叫幸福城啦，咁就睇到個場面啦，亂七八糟嘅，又搶房啦，又跨欄啦，保安咧都要噴辣椒水去維持秩序。呢單嘢咧，好多人唔知嘅係咧，其實大部分咧係防托嚟嘅，咁啊收200-300蚊咧去表演造勢用嘅。咁行內咧都有招呢啲臨時工嘅。咁好多人唔知嘅人嘅睇到咧，哇咁熱賣，咁多人搶啊！深圳樓咧係咪回春咧？其實就算退一萬步嚟講啊，當佢真係有成交量啊，都同真係升市都係兩樣嘢嚟嘅。咁深圳以前咧10萬8萬買，依家咧百幾200萬，以前咧5000蚊一個平方米，依家咧去到5萬幾一個平方米噶啦。以前咧掃咗幾間咧，依家咧就已經賺咗幾千萬噶啦，等等係嘛？呢啲咧，相信大家都聽唔少噶啦。呢啲咁嘅傳說咧，真又好，吹又好，都係過去咧推動好多人有個發達夢而衝上去買樓嘅誘因嚟嘅。一方面咧，好多香港人咧係唔識國內嘅貓膩啦；另一方面咧，香港人咧就總有一個業主夢嘅。好多人咧都係一句喂，睇好發展，睇好國家，祖國富強等等吓，就會咧奔住賺錢嘅心態去買嘅。甚至好多人咧，佢個心態係唔升咧就自己用啦，但係最後咧都係因為地方位置啊，上去啊都唔會有衝動嘅。最終咧發覺咧係如果真係自用咧，佢自身嘅情況咧係可以咧數之不盡咁多選擇嘅，根本咧就冇需要去花呢個冤枉錢嘅。睇大陸樓嘅價值啦，物業增值或者係租金回報升市，其實咧係基於咩原因？樓咧漲價係咩邏輯啊？我咧就分享下我個人咧留意咁多年嘅睇法啦。深圳要講真正嘅大升市，其實就只有兩波嘅啫。第一咧就係2015咁啊330新政之後咁啊營改增。由原本咧滿5年賣樓咧係免增值稅嘅，改為咧滿2年賣樓就免啦。第二咧就係2019年咁啊炒學區啦，同埋咧突破咗呢個新房嘅限價政策。咁銀行放寬3價合一，賣幾多咧就評估到幾多。炒家咧買漲不買跌，咁啊瘋狂買入所造成嘅漲價啦。2015嗰一波啦，首先咧係貸款政策。首套房咧係不低於30% 首付啦，咁如果用公積金咧係可以咧20% 首付嘅。咁第一套貸款咧喺未找清嘅情況之下咧，第二套房嘅首付咧係可以咧40% 嘅啫，即係4成。如果咧你係已經供完咗首套房咧，咁你再用公積金再買咧，咁首付咧又可以咧變30%，即係3成。咁呢樣咁樣放寬咗啦，係刺激咗咧居民咧去買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嘅需要嘅。另外咧，本來咧一套二手房咧係要等5年再賣先至可以咧免增值稅5.6%吓。然後咧330新政之後咧就將5年縮咗做2年。咁二手房咧滿2年咧就可以咧免增值稅咁交易啦。嗰時咧就掛盤量激增啦，咁需求啊同埋成交量啊都一樣激增嘅。咁當時嘅背景係咧，有好瘋狂嘅反價潮嘅，即係咧你買樓你落完訂，咁賣家咧就遇到一個咧出價更高嘅買家，咁佢咧就寧願賠翻倍半或者係賠翻 double 訂俾你，咁佢咧就再賣過，咁佢都仲有賺添嘅。我好記得啦，當年咧我喺羅湖啦，咁草埔紅嶺東咧嗰邊咧都落咗訂，買咗一個小區咧叫做雅士居嘅，咁當時咧就我俾咗3萬蚊訂啦。咁唔夠半個月啦，賣家就話唔賣啦，就賠翻4萬5俾我吓。咁其實咧佢係遇到一個咧出價更高嘅買家嘅。而2019至到2020咧新冠疫情前嗰一波啦吓，亦都係因為幾輪嘅政策去刺激嘅。首先咧係深圳咧當年咧8月啦係被定為咧國家先行嘅示範區吓。咁然後咧，同年2019年嘅11月啦，就取消咗咧總價豪宅稅呢樣嘢啦。咁此前咧，深圳咧係每區咧都有豪宅稅嘅總價標準嘅。咁咧，
總價咧超過咗某一個金額咧，就要額外去收豪宅稅。而豪宅稅咧就包括咧你契稅咧就要俾3%啊，冇家庭優惠啦。咁咧增值稅咧，就算你滿咗2年啦，都係要俾咧差額嘅5.6%嘅。咁個人所得稅咧就又要總價嘅1%吓。咁呢取消咗呢個總價豪宅稅之後啦，咁啊佢個交易個降稅幅度咧就直接咧係少咗大約5至6%嘅。另外咧，由於咧深圳咧係行3價合一啦，咁3價合一即係咧稅局嘅評估價等於銀行嘅評估價，又等於成交價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只要有人叫價又有人買嘅話咧，銀行咧就必然咧願意咧評估到咁高嘅。同時，深圳嘅銀行亦都放寬啦，咁啊唔似香港咁啊咁好嚴格咁樣壓測啦。咁咧，深圳咧你有份職業有糧單，咁啊有份流水，咁啊基本咧就批得噶啦。而當年咧，因為咧土地供地啊個極之短缺嘅，咁咧新樓咧個供應少啦，咁啊更加遑論咧個安居人才啊公租房呢啲咁嘅保障房啦嚇。咁咧全部咧主流交易咧都係二手存量房市場嘅，咁咧就令到咧二手嗰啲業主咧有不斷咁樣去漲價去賣嘅底氣啦。咁咧佢哋咧就控台呢個房價嘅。居住上需要咧就更加係因為咧深圳咧長年咧每年都一大堆人去湧入嚟嘅，咁咧造成咧公辦學校嘅學位短缺啦，又唔夠分啦嚇。咁學校嘅學區啦，讀書咧捆綁咧係捆綁咗要買商品房住宅去鎖定個學位嘅。咁咧公辦名校啊所造成嘅有天價咁高嘅學區房嚇。呢兩次帶起嘅深圳升幅啦，就唔單止係深圳嘅，就連深圳周邊咧都帶升埋嘅。咁啊，好似咧林森個惠灣咁啊，因為咧深圳嘅輻射效應啊，咁咧起碼咧有幾十萬套樓咧係俾深圳人買走咗嘅。而當時咧新樓咧係有限價啊，咁咧物價個監控部門咧係會根據附近咧同檔次嘅新樓小區咧佢成交嘅平均價咧去規定一個新嘅小區嘅備案價嘅。咁咧就唔係話開發商咧想賣幾高就可以賣到幾高嘅。咁但係咧就因為需求大啦，開發商咧就刻意咧封盤咧就唔賣住。咁咧二手咧冇限制嘅，所以咧就更多人咧去選擇買二手，咁啊去搶二手，咁咧就助長咗咧業主咧嘅底氣，咁咧就想賣嘅業主啊，嗰個叫價都係咧叫到越嚟越高嘅。嗱，當時咧我自己嗰間樓嘅業主群裏邊啦，咁啊一個二個業主咧就要賣樓咧都喺群裏邊咧喺度討論嘅，可以賣幾錢好啊？低過幾錢咧都唔賣啊咁樣啊。見到咧隔離樓盤加價，佢又加，咁啊收到風咧，如果附近咧新起啲乜嘢配套啊咁樣，佢哋又話應該要加錢，咁啊全部咧都喺度咧控台個房價嘅。咁當然啦，最後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深圳樓價咧佢個漲幅啊同埋炒風啊，咁啊最終咧係定格咗響政府咧推出咧對各樓盤嘅銀行參考指導價之後啊，咁咧推出咗銀行參考指導價之後咧就結束咗呢個炒風啦因為喺2021年嘅年中咁咧就限死咗每個區域咧嘅樓盤咧係有個咧指導參考價嘅，咁咧就規定咗咧銀行咧就唔可以評估咧超過呢個指導價，咁貸款咧亦都只可以根據呢個價去做嘅啫。嗱，咁啊借唔到錢啦，超過呢個數咧，又要自己再揞荷包出嚟啦，又或者咧你係要一炮過咁樣去買啦，咁啊貸款咧有難度啊，借唔到錢咧個樓價就即刻死晒火噶啦。咁其實我哋可以復盤下啦，點解樓會升個邏輯係乜？嗱，成日講嘅大陸樓咧係政策市咁啊陳腔濫調，乜政策咧？係會刺激到啲樓量價齊升兼有價有市先，又乜嘢政策係廢嘅，得個鳩噏，原來係乜撚嘢用都冇先。嗱，呢3年疫情之後啦，睇得出咧上面咧連房住不炒4個字都唔敢講噶啦，咁一心咧都係想穩住個樓市，但係點解都仲係一瀉再瀉救唔撚起？大陸樓升跌咧，好多人係
以為咧單純咧去睇個供應量同埋居住需求啦，去睇係咪地少人多嚇，咁啊去睇咧多唔多成交啊，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咁樣嘅。成交量同埋成交價係兩者冇直接關係嘅。成交量可以好多，但係成交價咧可以喺同時咧係越嚟越低嘅。咁啊反之咧，如果成交量咧唔多，但係咧成交價咧亦都係可以咧一套貴過一套嘅。深圳2015年同埋2019年咧，就算係明顯嘅平均成交價升幅期啦。嗱，成交量係好多冇錯，但係咧其實咧整體個供應量咧都一樣唔係少嘅。其實真正主要影響價格嘅就係信貸啊、評估同埋金融屬性呢樣啦，而評估價呢樣咧就正正係政府嘅政策咧兜底咧去托出嚟嘅。2015年同埋2019年嗱，深圳咧每個月咧平均咧都有成幾千套嘅二手成交嘅，咁大約都有6000幾套嘅嚇。但係主要咧佢係由滿5年免增值稅改成滿2年之後啊，呢個政策之後，市場咧係免增值稅嘅二手供應量咧就激增，咁所谷出嚟嘅巨大成交量嚟嘅。真正影響個平均賣價嘅就唔係因為多人買，而係因為有高成交，令到金融評估價咧不斷咁樣去上升，銀行咧就多都肯借。業主咧見到咧又心紅啦，掛得更高啦，咁啊成交更高啦，咁啊令到咧評估咧又再更高嚇，咁啊呢一個咁嘅持續連鎖效應嚟嘅。銀行咁借，金融抵押咧又夠高嚇，咁啊平均嗰啲業主咧又心紅去賣樓，咁啊個價格咧亦都掛得好高嘅，咁就只要有過歷史成交咧，個價格就可以咧衝上去噶啦。嗱，喺呢一個時候，只要政府咧放寬一啲交易稅啊嘅手續啊嚇，咁咧鬆開一啲限購政策啦，就可以咧增加咧市場嘅放盤數目噶啦，咁啊推高嗰個成交量，咁咧就繼而咧做到咧真正嘅二手房量價齊升啦。嗱，當然啦，以上嘅呢啲咧其實係有個前提嘅，就係咧銀行敢借貸，人民啊都要敢孭債先得嘅。業主咧業主要相信市場買家咧係有呢個魄力同埋敢博取嘅能力，先至咧係有心紅加價嘅底氣嘅。而人民咧係敢孭債咧，願意背負咧30年嘅貸款嘅原因啦，係基於咧會對整體未來咧係有期望啊，又有穩定職業、穩定收入，咁啊容易揾工作，咁覺得咧未來咧有一片嘅前景嘅，先至會出現到咧全民炒樓嘅時期嘅。嗱，2015至到2019、2020疫情前啦，都仍然係有呢個現象嘅。咁咧，百姓啊對未來嘅經濟就業啊同埋前景啊嘅基本面咧都有好美好嘅憧憬嘅。嗱，呢個咧就係經濟驅動市場信心嘅動力來源啦。咁啊，敢借敢博，相信房產咧會帶來咧財富效應，而銀行咧又多都肯借，高一高都評估得足嘅。咁政策咧又放寬，咁啊鼓勵炒樓，咁啊鼓勵負債啊，先至咧會令到呢啲樓係真係升嘅，而唔係單純咧去為買樓居住，亦都唔係個需求個居住需求咧有幾緊火嗱，更多人咧係為咗投機啊，去為咗賺錢而買樓嘅。如果樓係唔升值嘅，冇投資價值嘅，邊個會買啊？而依家咧，往後咧，樓會唔會再有機會出現咧？2015啊，好似或者係2029啊呢啲咁嘅升市嘅情況咧，會唔會再有增值嘅可能咧？嗱，2021年上頭咧就求仁得仁啦，咁啊成功咧用呢個參考指導價啦，就將深圳嘅樓價咧好暴力咁樣打咗落嚟啦。而疫情之後咧，百業凋零。咁地方政府嘅債務太重啦，咁中央財政咧冇辦法之下咧，唯有妥協啦，咁啊再重啟翻呢個土地財政呢樣嘢嚇。咁咧呢幾年咧就做咗好多嘢咧去嘗試啦，去扶翻起個房地產啦。2023年咧就已經咧取消咗呢個指導參考價噶啦。
咁今年2026年依家甚至咧係放寬到咧比2015年嘅時候咧更加鬆嘅。咁咧依家咧係首套樓同埋二套樓咧個首付咧你都可以咧去到20% 嘅，即係俾2成首期就得噶啦。嗱，個銀行咧亦都係鬆晒嘅。咁評估價甚至咧係可以高評去超過間樓嘅賣價可以咧去低首付、零首付，甚至係超貸嘅咁即係咧唔使俾首期咁仲有錢攞得翻添嘅。咁呢啲咁嘅深圳樓咧，亦都唔難揾嘅。金融屬性咧更加成熟啦，咁有更多花款嘅商業貸款啦。但係依家就係冇咗一個大前提，就係人民唔再想孭債，個個都想甩債。疫情後到依家咧，講到厭嘅話題就係啦，無論咧就業工作同埋做生意都係一地雞毛嘅。大陸咧就唔止2、3線以下嘅城市咧係好難揾嘢做啦，就連咧深圳呢啲咁嘅一線都係咧遍地失業嘅。咁周圍公司咧摘數拖糧欠薪大企嗰啲就周圍裁員個個咧唔係35歲以上失業咧，就係咧出晒嚟咧玩呢個靈活就業啦咁你工作咧又唔穩定隨時咧要準備冇埋份工仲要公司咧執笠走佬咁追幾個月咧都未有錢嘅都未追到份糧嘅嗰個焦慮早年咧買樓咧爭落銀行嗰啲咧就一失業咧就乜都冇噶啦。咁個個咧都係想咧盡快去甩數就唔想有咩負擔嘅。所以咧自問供唔起嗰啲咧就唔會買樓反正咧深圳咧亦都唔難揾地方住嘅。咁買咗嗰啲啦，唔係咧斷供唔係斷供變咗發拍房咧，就係咧爭銀行幾錢就賣翻幾錢咧，去務求咧甩咗條數佢。咁咧佢哋基本咧成份嘅首付咧都已經蝕晒落去噶啦，蒸發晒噶啦。呢個買家消費力大降嘅市場大環境啦，咁就賣家咧都係咧爭住去劈價嚟賣嘅，咁越快甩手越好嘅。而2023年咧就更加咧上頭更加踩多幾腳啦政府開始咧到處咧去起嗰啲公租房人才房安居房人才房咧個入場門檻咧已經係去到咧是但咧大專學歷咧已經可以申請噶啦。但係咧每次推出嚟咧冇一次咧係申請滿嘅。反應咧大多都係冷淡。深圳咧根本咧係冇緊缺嘅居住需求，再加上咧大量嘅城中村咧係可以容納到海量嘅人口嘅，只係咧令到咧深圳咧會出現咧更多嘅空置嘅流動供應過剩咁仲影響埋咧原先嘅商品樓添。樓唔升嘅話咧就根本咧冇人會好踴躍咁樣去買啦。喺冇需求嘅情況下啦，深圳嘅新樓咧，同時咧亦都相繼開盤出嚟嘅，咁係因為咧，即係早前咧投落咗啲地咁開發咗啲流動咧，就陸陸續續推埋出嚟啦。咁所以咧，新樓咧同二手咧就一齊咧去鬥內卷去捲價，去平鬥平啦。銀行咧同埋金融股價咧，亦都係因為咧低價成交得多咁個評估價咧都越嚟越低嘅。依家嘅1、2手成交量一樣都好多嘅咋，供應咧就更加都係越嚟越多，但係個成交價咧就係越嚟越低一直咧都喺度降價出售，以價換量嘅。官媒同埋媒體啦，日日咧依家都想唱旺個樓市日日咧就貼埋嗰啲成交量咧去激增嗰啲報道真假先唔討論啦，但係吹嚟吹去都係成交量。咁其實係關個價位乜事呢？所以成交量咧同埋漲價咧係真係冇乜直接關係嘅。深圳依家每月平均咧都仲有咧2000幾3000套嘅二手成交大約，而每日咧都會有咧新增嘅3、4、8套嘅新增掛盤房源出嚟嘅。咁你即係每月咧都會有咧萬幾套咧新增房源嘅。無論依家或者係往後，政策咧去點推點谷啦，喺一個咁嘅經濟基本面下啦，都只可以咧用更大嘅量，更大量嘅供應量咧去推到多少少嘅成交量嘅啫，而唔可能咧係令到咧樓市係升值嘅，去升值到個成交價嘅，根本就冇乜可能咧係升到市嘅。
總結就係啦，大陸樓咧政策市啦，咁啊只會係有金融屬性嚇，銀行評估、信貸放寬嘅政策咧托價托底，咁啊推高呢個槓桿率同埋負債率，而咧嗰啲人咧又願意去好熱衷咁樣去借錢啊，咁佢哋咧就業收入咧穩定嘅情況之下嚇，喺呢一個大前提之下咧，樓係先至會真正嘅升值嘅。而依家咧，同埋往後嘅5到10年咧，我目測咧都冇乜可能再發生嘅啦。就係基於經濟咧就業個基本面咧係太差，人人咧收入咧唔穩定嘅嚇，隨時失業嘅。咁啊，更開始咧令到人咧連買樓買樓實冇蝕嘅，買樓一定唔會蝕底嘅呢個咁嘅觀念啊，都開始慢慢改變㗎啦。嗱，點放水，點樣放寬咧？金融去銀行評估啊，同埋信貸個政策啦，托價托到高一高都冇用嘅，冇人認頭去借錢買，都只會係有價冇市嘅咋。其實大陸樓樓運咧真係到此為止噶啦。嗱，70-80% 嘅大陸人咧過往咧係靠樓咧係去達成咧財產增值嘅手段。嗱，呢樣嘢亦都完結噶啦。嗱，泡沫大爆，退潮之後咧就知道咧邊個冇褲着噶啦。好多咧靠樓去發達嘅人咧，本身咧佢哋就係空心老官嚟嘅。咁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